好，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，我係 Rita 林玉天。您講吼，讀萬件書，像做得行萬里路哦。你讀書嘅時節，其實做得本你嘅心靈，佢就生命都有養分哦。你講讀書係讀乜嘅書呢？其實你啊，大家吼對生活教育啦等等啊，都當重視。你來推薦大家來讀咧兒童嘅文學。不過咧兒童文學其實適合大人來讀，唔適合成人來讀，尤其親子大家共下來讀書。係最好了，你來分享了解作家係你嘅客家鄉親非常優秀嘅辛淑英先生，來分享先生你好，大家好，係真歡喜來福氣來咧，到各位觀眾見面。哇，你係同鄉人，你係新中人，新中人係啊，先生分享今日來到節目當中哦，我非常喜歡你寫嘅東西，喺度今日現場大家有看到麼？帶來很多嘅東西，你地圖呢創造有關咧。植物的啦，有動物的啦，喺個當到電影寫嘅嗬，應該小朋友看到咧，無論係圖畫啊，還是聽出為喜歡哦。天然先生嘅書，你是係厲害嘅哦。先生從你嘅創作地圖，2017年一年是寫3本書哦。去年有3本書出來，其實書出來嘅時節啦，從來都寫嘅人哈，可能係前1、2年寫好，啊出版社叫去請畫家來插圖嘛。好，所以中間還有都有時間來等待啊，所以去年咧3本書，差唔多係前1、2年時寫。慢慢咁樣發行。不過呢，雖然個寫好咧，檔案呢就個要都要整理嚇來發行。個檔案因為冇聽繼續來創作。繼續來寫，然後今年明年就還有個新書好出來俾大家看。哇，很好喎！陳英俊啊，當然咁都好。咁今年呢，你來介紹下，我小紅奶兩本書，愛嘅奇妙手藝人哦，還有手藝姐姐讀心術。哇，兩本書我自己看嚟非常嘅感動嗬。你趙先生，你寫東西呢，係咩讓你自己真正做先生，做30多年嗬，有關小學先生，看當到嘅聲音呢，希望透過啲文字，透過圖像，帶本聲音。對生命要到可能都係希望，做得有改變嘅能力。係錯，希望講幾多可能可能啊，就到時候佢嘅環境好冇人好，遇到嘅事情好難過，然後因為書啲本都做得大本嘅勇氣，勇敢的，然後就快樂，希望做得本嘅至少佢來看兩本書嘅時間，心情係好平靜來，可能做得好，感覺到很係容易了解我嘅狀況，可能係愉快嗬。怎麼你係書名按到愛嘅奇妙有獸醫院哦，獸醫院。因為嚇一本書基本到算起來應該講6個部分啦。一下開頭係寫係只明嘅夾哦，係佢按到用國語來講，佢按到環境斑鳩。好，趙新條你係你一查問咩？創啊，趙新條因為談到講咕，是係兩種嘅調啊。有人講咕咕調，佢上嘅時候像掛連圍巾。係，佢用一條圍巾當因圍咧嚇。最先我就他頭先看到時間，我話到佢係嘅夾啊。鴿子，原來係差治療啊，唔係鴿子。第一隻單元是講一隻姑姑鳥受傷咧，我都驗到啊，送去獸醫院。第二隻單元是係一條流浪狗，當大條嘅流浪狗，我都係咪大拍？係嘅拍攝嚟，第3部分係一條鳥兒，然後鳥兒呢，唔係流浪貓，可是呢，佢嘅主人就到了事情冇辦法到佢窮下嚟，是本佢兩條鳥兒一家，但是見喎，一睇見喎，當故事，喺度到你媽媽啊，長就因為來餵它吃的東西，然後佢搞，一下跟住就走出嚟，是關於一條鳥兒一家都唔卡。該係第3隻，係第4隻是係一條臘腸狗，你睇見小嘅細條腳短短嘅嗰種臘腸狗。可是你會講，老師你寫動物嘅故事係冇？其實動物嘅故事啲本書啊，有一家人，
从头串场传过来，到最尾天5只，嘿，嗰只主人按到阿秀，一只国小6年生的学生啊，阿秀，嘿，佢其實頭先嗌到Rita 同我講嘅其實好辛苦嘅時候，我看好特別啦，加媽媽19歲的身體。做唔得，婆妹最後肝硬化哈，所照顧家庭照顧唔到，是細時時到阿秀本家加工圖，啊加工是當下機哦，哈，可是加工是好勞累啦哈，阿秀差不多5年級6年級時間，忽然間阿公是是過身嘞，嘿過身嘞，上天堂去嘞，阿秀冇辦法是佢喊係一個小學生嘛，是不會送到家妹身邊。可是媽媽喊係土兩隻好細嘅，好家家係家老太係國小長2年生，好麻煩嘅係兩隻細嘅，哈就過動嘅枕頭過動，好佢都學校上課上。冇辦法靜下來，從下了解老師當困擾嘅，喊有隻喊好細，差唔多是兒童幼稚園嘅5歲差唔多，嘿，你家細冇呀？你家小妹妹是挺乖，可是佢喊係當時，可能因為該家爸呢，哈，家爸實在是有啲逃避嘅心理啊，哈，轉唔開，佢講愛存錢，愛到我不存錢，所以貴婦人啲輩都好緊張嘅，是兩隻2年生嘅時候，阿秀。嘿，叫佢照顧家媽媽，去照顧下輩兩隻細，所以可是佢一幹嘛喊係時候啊，馬上都照顧佢咯，哈，所以其實兩幾本書啲本讀哦，開始寫兩隻面對按到困難嘅時候，你都用半音寫喎，不過你小讀者哈，寫記得，嘿，寫過來，寫到講，哦呀，大概都是按脆過，哎呦，聽脆過，所以開始是挑選該是只動物，好慢慢落來書地度，第二還有一隻是好奇幻的部分，是當奇妙的部分啊，是喺啲獸醫院，對，嗰啲獸醫院第二度哈，就一隻樓梯哦，你係有機會落去啊，你是。順那個樓梯往上爬，啊，就是又上去其實去到又感覺到阿公誒對佢，阿公雖然走身體咧哈，可是對佢嘅關心，對佢嘅愛哈，對他的愛，喊係本佢又好就信心值得釋放落去。佢後來時佢是到該獸醫院來。該獸醫係找大姐姐，然後該獸醫姐姐說：新夢醫愛起到就好好啲咧，做啲雜工面對佢下輩嘅，嗰啲挑戰困難嗬。所以應講創作地圖嗬，為要當到作者自家親身嘅督導經歷想法，所以咧地圖佢先會做個小先生嘅咧，宋醫先生自家都有感覺，可能當到嘅成嘢，香港咧小醫院係讓人不看嘅寶貝女兒有關係什麼？其實我知道哈，你寫書就去係本身我會看嘅哈，你白紙黑字寫出來，做唔得就那種比較 modern 嘅知識傳出，應該是好唔好？所以寫同步嘅時間，你一天查到多嘅資料。我好幸運嘅，我不靠要做獸醫系嘅學生啊。哇！你自家讀書啊，我係做乜嘅問題，我是做啲文機，佢係蠻學到，佢其實兩下畢業嘅啦。佢係蠻學到，佢做嚟去查去問先生，所以我後輩是係要支援啊。係專業嘅，是抄嚟專業嘅。其中嗰隻我頭先講嘅臘腸狗啊，其實我不靠要學一條臘腸。哎呦，都唔定係腳短短啊，然後阿毛長長，佢係迷你型嘅，因為我帶嘅係公寓式嘅啦。本來想講學動物，不適合啊，不適合係，是講唔好。寫通啊，從下講學哦，我都講唔好。我們意思係冇要去讀獸醫系，你講我喊不去做獸醫師，我至少要了解我係飼主係想乜嘅，我讓我狗好，然後貓好親近的。好啦是按讀好讀到了只，我都係領養唔係賣嘅。佢兩個不卡時間，兩條狗，兩個不卡時間已經2歲半咧。哦，所以台灣呢，生態狗嚟啦哈，是都不卡啦，因為佢係迷你型咧，不卡冇辦法對佢來講阿慢讀好，走來走去，很做得，所以是開始講因為學2條狗啦，我是我特別對動物行
特别的关心啊。好，所以其实写两本书是写阿修。可是嘛，係寫了到，希望安尼到人類做的幫助到嘅同文，對於安尼來講，佢都很係好弱勢。像頭先講嘅，到時鐘，到同文啦，佢實在安尼都會停少啦。所以是講，主要嘅故事係講阿修，可是我哋希望看到兩本書誒，唔管係談囡仔嘅時候，你嘅想法就會啦，係就講兩種嘅愛，特別安尼愛來幫助嘅動物嗬。安尼是做一慣性記得嗬，安尼做得到嘅，做唔到實在啊冇辦法啦嗬。做得到嘅，安尼是真緊來讓佢停少。哇，兩本愛嘅奇妙樹語言食材動暖心，等間下轉到節目當中來嗬，繼續繞場宋醫先生同大家嚟分享哦。大家轉到福氣來咧，今半日同大家分享兩本書哦，愛嘅奇妙樹語言真當好看哦。宋醫先生呢，老大家嘅分享係咪本大家講，我很想看哈那多，當時去了解。先生，我特別看了書，地圖每一種嘅時間，我就看到，哎呀，天空出現小面，哎，你嘅貴賓又來了，係，看到兩個詞就講，哇，有一種本分樣嘅感覺。所以我相信，今日頭先講到阿秀係啲故事地圖嘅啲主人翁嗬。喺個環境當困難嘅小朋友，不過佢肯係希望做啲維持勇敢又快樂嘅嗬，所以看到呢一件嘅詞度，呢一個新奇妙嘅樹語言，特別是係像春年松樹，來放養佢，哎呀，咁講呢？其實可是你可能會想講，老師你又咁厲害咯，你又會想到呢種嘅畫面出來嗬？其實嗬，真緊要嘅係畫面，真緊要啊！你下我。記得係2008年嘅時間，佢就則新聞哈，佢講佢來問講，你倆按到你啦，你媽媽就看到天空當就則笑臉嘛。我時因為嘛個天空當係笑臉，就原來係木星啦、火星兩顆星，中間一隻彎彎嘅新月亮，看起來僅僅是一張笑臉。你看，你又攞嚟相片插出來，很得印象哦。是係咁，你是覺得當神奇哈，我應該是想，兩隻新聞，阿曼就意思哈，是秀起來，秀到兩地方。後面禮拜來寫兩本書嘅時間，希望講兩隻獸醫院，其實兩隻獸醫院哈，你看佢唔係兩下嘅獸醫院，佢係從未來過來嘅獸醫院，係當神奇嘅獸醫院。那佢係出來時間，出場嘅時間，兩班人本人去到當神奇。當奇妙哈，我是想到今年看到嘅星空當個嘅笑臉，所以當時阿修係就那種係需要來到兩獸醫院哈，除了到動物來獸醫院給獸醫姐姐治療嘅時間，是兩個 voice 會出來，哎呀，天堂出現一張笑面啊，貴客，你嘅貴賓是來咧，貴賓是來咧，那獸醫院是會出現咧，貴賓是係阿修嘛，希望佢做得很係讓人關心你，很係讓人愛護你。對，我看了書地圖吼，佢嘅講獸醫院，特別係創建有兩個會出現，阿修是會講從佢身邊咧看到嘅動物，佢係去救佢，有唔啲人講嘅係，僅僅是咧獸醫院出現，其實那啲動物。難過去，是做得到治癒了嘛？雖然佢冇錢，不過該獸醫姐姐是講，唔怕，你攞咧調係協會合作50錢，我是講10個工，然後調係協會合作嘅咧時間係真緊來哦。我真緊先驗到一隻受傷嘅調兒，好我送去，我是查解下是查看哪位就送哪位嘅獸醫院，我們應該附近有一間獸醫院，叫到野鳥協會合作。我是送過去，可是送過去時間，佢就問我講，係鴿子冇，係野鴿嘅冇。我下我唔知佢係冇嚇，我咪唔知，我係送過去，不應看上啲。唔怕你送過來，可是我係先讓你講好嚇，係野鴿啦，係鴿子來講，我都是冇收。我講為什麼鴿子就沒有收？我咪問呢，冇講當確定啦，可能係遇到賽鴿。叫比賽嘅賽鴿，個當季嘅賽鴿，可能有關係。可能我都驗到係野生啊，
环境斑鸠系野生啊，我们去真正是人爱送去野鸟协会，他就是送去治疗嘞。所以咧地图系真经验的故事诶。阿曼多很爱督导的事情，可是你一只作家是很容易啦，爱是散发党诶发生的某个事情，让我哋下写的书做得融合了又蛮关系，做得有连接。嘿，我是为了拿来写了第本东西，再加上想象是为比较有趣啊，是为好神奇。而小出来可能是。系真紧的么？因为当到时间系真紧爱要督导呢件事情。唔讲我相信，像秋生又系想象诶，实际当你可能真紧未督导，系安样嘅嘛哈。像开第本读讲开兽医姐姐读心术啊，Rita 唔啲又特别有兴趣吗？因为我真读心术我真有看过电视嘅节目，又讲哎呀乜嘅宠物啊，动物的沟通师。嘿，对，沟通师。我讲我知道咧，就让吗？因为我冇感觉啦，所以我唔知讲到底真紧係假嘅。我讲我看了嘅世界，我得到一種力量，是講，你係講付出關心、付出愛，你是會得到了同會用相同樣對待你，佢咪會愛你，咪會保護你。像你唔係要讀心術，可是你關心佢，所以當你學係叫走開浴室一直轉圓圈，滴轉，你滴叫上廁所嘅，你也要關心佢，到觀察來講多少人你咪話要讀心術，像人你相信唔是講話，你講你是了解講，你係講乜嘅？對。可是第本都係讀心術本來兩隻獸醫姐姐佢係冇相信嘅。可是個故事第本讀是督導一隻老先生，嗰隻老先生對兩獸醫姐姐考到執照嘅時節啦，然後佢講恭喜你你係正式的獸醫師咧，同物醫生咧，我送你一張禮物，咁乜嘅禮物就是讀心術。個獸醫姐姐講唔是啦，讀心術唔是，用慢講唔是叫人去讀書時節啦，真緊學校就開兩種嘅課，按照溝通師來課，可是佢學一學期我們考試時節教授帶到一隻鸚鵡。掉了喊到一條狗，叫我兩半年是想唔出佢當我講嘛㗎，所以教授是講，你怕冇兩種係天分，所以佢是到個老爺爺講，佢講我教授講人我冇人係天分唔是啊，可是個老爺爺講你唔知啦，我送你肯定係容麼？佢是到個獸醫姐姐握手能力是有，獸醫姐姐是講喲。甜都了，有一點麻麻的老先生是走嘞是夯然嘞，該獸醫姐姐看這個時候，有人麼？我哋還會讀心術嘞，忙地老先生窮下咧，一條大狗，聽老先生夯然走時間，竟然轉身到獸醫姐姐，佢係講話啦，係用扮演獸醫姐姐冇發現，可是佢非常係清楚，嗰條狗啦佢講。讓人媽媽講，我前後唔是煩惱。哎呀，個狗是走咧，個獸醫姐姐講，我用嚟談嚟形容咧。其實佢講乜解真緊獸醫姐姐佢嘅奇妙獸醫院第本讀，佢嘅牆壁當本有一張相片，是係跟媽媽落一條大狗嘅合照。跟媽媽嗰條大狗是因為嗰下大家搬家嘛，搬屋，然後大狗係溜下來就該撞屋。我們狗是走退嘞，唔係走退咯，就佢冇走退咯，佢就死掉了，是狗訊息嘞，係講要死就係冇好事就係咁樣唔啲，佢跟媽媽心不關都是真艱苦，對佢條狗是起到當遺憾，當實力啊，當係錯，我們是心關都從來未想到條狗，問題你下竟然見到佢講。我哋係真好，唔是讓我煩。所以個獸醫姐姐知道，我真緊會讀心術，個老爺爺真緊送不來咧。可是到面前到大白狗和個某某貓之間，佢真緊要用到佢讀心術先生從啱寫，無論係講讀心術，又係講你一種奇妙手樣出現，有一種像魔法的感覺，魔法有點戲劇性嘅嗬。對，你啱要想特別想表態乜嘅麼？一般你來看到出來冇乜可能。有的穿越也好，有的超過你平常時生活的你環境的想象。是，
两本书对白读就两点，第一点是头先丽塔讲的哈魔法的感觉，另外一种是从穿越，其实俩奇妙兽医院哈嘿。从未来兽医院又一种魔法，本去穿过到俩下，啊，修长为土动物去接受两种的医治。我希望系两点，第一点是未来有无限的可能啊，我希望讲对于尤其係你照顧動物嘅一部分，真緊係要講要個讀心術講，我上開始做咧要讀心術，啊個你咧對照顧了都同分很好周到嘛，哈，好第一章，第二章關於魔法嘅一部分，我自己非常非常的喜歡，我喜歡看魔法方面的故事，所以可是應該有一點小遺憾啦，就從下細歐做得起魔法世界，然後其實講彈音咧，佢倒水咧，啊是做唔得起。哦，可能係按你想象力下設計咧，冇按介豐富嘅想象力，所以應該兩個故事對白讀哈，就安排啦。阿秀嘅媽媽美玉做得起哦，佢美玉上去個神秘嘅樓梯當中，可是佢讀到某個事情，應該是冇寫出來。你自己係想象，而本讀者係想象，係啊，是啊。所以我看嘅時間嘅時候講，哇，相信你愛打破你平常時對所有事情的一種邏輯美好、次序美好，一種刻板的觀念美好哈。可能相信你讀到的事情，唔是用常理判斷聽，有啲事情可能你用怎樣下跳躍式的想法，你會覺得哦，好快樂。相信讀到事情嘛，哎呦，呢件事情很神奇。從頭先該天空檔來小面對吧？可能用人可能講，那個作者安排啊，哈，唔係實際上。真緊要嗎？我頭先可能個照片指出來哈，但是知道上次真緊像對他講嘅，唔好本你自家限制住。限制咧哈，所以呢一本書呢，我想宋醫先生咪有本大家分唔清楚，到底乜個係真緊咧，乜個係想出來嘅。不過呢一本書啲度，我相信我傳達更多嘅意思俾大家。等下轉來大家想了解麼？到底呢書啲度寫的結局係乜個麼？係帶出乜個內容麼？你下繼續轉到復起來了。我哋下回讀心術咯，大家啲講我哋係講乜嘅麼？從我成日介紹咧，我係奇妙動物語言，呢係小語言咯嚇。呢本書宋醫先生寫呢本書，我知道大部分我自家看咧，我知道有力量。我知道講，我做得鼓勵自家就個下勇敢啲，先車就個下快樂啲。像阿修家講落去講啊，做一個勇敢的。快樂的人，錯，呢一種當期待成日做得好照顧自家，可能你冇法度配練，任何一生意一生意，不過你做得先才過好自家嘅人生嗬。我從啲書啲度，我看到當多嘅呢個故事，家下頭先講，大家係咪想話啲嘅結局係乜嘅？結局係乜嘅？其實可能有啲讀者會講，先生應用為本阿修嘅媽媽最尾很係高興起咧嚇。其實為安樣嘅安排啊，係是講，你看童話常係講，從此過着幸福快樂的生活。其實讓小讀者講哈，人生不盡然係安樣啦，冇乜嘅平平順順一生音啦。跟媽媽阿修跟媽媽嘅體悟哈，反悔啊哈，調慢咧，可能只有真正失調到咧，我們是肝硬化個性去咧。那對阿修來講，又係一個動態嘅考驗。楊白英講咯，佢本來去到講，哎呀，媽媽改造咧，啊日子越來越好。我們經常發現講，其實媽媽過身了，經常發現講。兩下強下生發的爸爸，唔係佢嘅親生爸爸。哦，當然，家媽媽為什麼會面對這麼多的困難的事情？係阿修係佢未婚生子嘅時候。後尾兩下媽媽走起來呢，是佢嘅親生爸爸出現嘅時講，兩隻爸爸有講好講，一個係時候一個土啊。所以阿修是本妹，佢兩下第一次面對佢嘅親生爸爸，因為讓佢本來。相處到當好咧，哈，家弟弟妹妹而分開，對佢來講，很係一個當態嘅考驗。
所以一下开始是不接受。我根本会插去俩个叫爸爸，我们长辈就来到奇妙兽医院，好，俩个大姐姐到伊讲，在墙壁上两张照片，好，到伊讲后悔的事情不要做。哇，那件事情吼，我看到的是个，像你基本直接打动我的心肝度。唔讲因讲吼，安尼吼，想是做到事情，你用对讲你喊白会后悔吼。我哋也是当我是当放去，唔过系讲点停下来，本一家有点时间，因为正经讲，系冇安尼心肝度愿意变开来冇，是像安尼睇你俩。好像这个旋转楼梯上到最顶部，你看到动发的时呀，你看到头版4年的人，该种感觉，心情是会好快，变快了也好，动到事情像我还严重，超，你是还有力量，都在来面对它，像我去到两本书地度，唔啲素怡老师系咩？两本书咪帮你自家疗愈的力量，有的地方偷变一些。安慰自己的东西，有冇讲？是头先我几位讲，后悔的事情不要做。其实我对我不卡一条狗，唔系俩下晓的腊肠狗哈，我细时间不卡晓的一条狗，嗰条狗我的很比按到忧虑，对忧虑是每就当，我看到咧忧虑。好，你看有力身高，嘿，佢系德国狼犬，好身体个叫谁？我是很爱。哎呦，眼高嘴，佢当我穷下长大，佢比我小3岁。所以你的感情动好啊。系啊，穷下非常喜欢聊狗，叫有动静。哈，我阿公上去山当杂叉，叫佢天天去。啊，转那时阿婆煮饭煮好咧，哈，喊阿公转那视频，机会去喊。哎呦，你去早先地阿公去来为杂叉，其实我。全家都非常喜欢那条狗，可是我们搬家搬出来盖炉嘞哈，啊乡下改变我开始，忧虑丢来看家，给一声音的看，一条狗都来看家，所以我一直都后悔一件事情是，为什么俺摸到不开大人建议讲，那给吐出来，好，所以俺心里头一直，我们给紧紧的老家该会是狗训的，还是走一类啦哈，是狗训的，但是心里。挺难过，一直冲下看到因的狗是会想到有理。我应该一家对俩故事，他刚才有讲过哈，一条大狗了，该兽医师小姐讲，转去让人妈妈讲爱亲好，莫让爱炒饭哈，讲不爱一家汤，我一家偷我都对不变一张，安慰自己的事情。唔是说，给你也挺触动好嘞。哈，透过了本书，其实无论是宋医先生，伊对你自家不讲的话，讲本所有读者哈，但地图我是有动到的力量，尤其地图讲到，无论是人老人之间的关系，人老动物之间的关系，相信你起来的关系，总系又高又大，哈，又强的又弱的。嘿，无论是学校的霸凌事件，像阿小妹就遇到霸凌的事情嘛。不过，你本书本系介就希望是讲，青岛的事情哈，换一种角度也系讲。转下弯，你冇想到，你种希望伫安样，希望伫俩，很个做得改革的。嘿，像阿就拄到个个同学讲，一天到晚做个样上嘛，小鸡呢，香鸡呢，香鸡讲，专门醒来的，你个种那个中央餐厨是出来哈。可是博妹长竟然发现讲，去腹肌的同学，后半暝就一对然后很到难过的事情，按拄好阿修就个能力来帮助佢，所以冇就听讲按退个应该是冇能力帮助佢啦，佢按拄好佢就个能力做在帮助佢，然后加不卡个猫按孤单的按故事的事情解决的，两三十遍都当好的朋友哈，所以其实像绿塔讲，你绕一个弯，你会发现，还很有希望啊！嘿，刚才你讲到两本书地图，无论是大家当说阿秀哦，加福卡的背景，还有了解兽医姐姐，其实两地图有一概念，当相爱的目标，当相爱的心思是吃人口的欣赏。我一开始我看晒时，我知道吃人口的欣赏是属于欣赏。有啦，因为这个上课的人啊。嘿，因为了解欣赏当准时，你总得慢到，你讲你咪当准时下课，还个地课同行，鼓励大家来反映。好，应该讲的你一答啊，无论臭也唔臭，欣赏一定系
用鼓励的方式，係我覺得哎呦，你的線上係非常重要嘅。其實從做一隻線上哈，我哋該到時候來按你教室地陪讀哈，乖點湊40分鐘，佢實際上係定該10分鐘嘅下課時間，所以按你就聽眾唔得落去佔據落去哈，所以可是按你上課，鐘聲響了，你是耳聾的，好，等下鐘聲響了就是要下課，所以另外還有一個東西很重要，那是起到教會我們的孩子去思考，嘿，還有表達。用班囡仔愛想的事情，即刻做得講出來，我起到倆輕鬆啦。所以應該是安排阿修拄到倆種的自然老師，安好的先生。阿修嘛表現都當好，其他的成績攏冇講當優秀，可是佢的自然課真好，所以自然老師從小會鼓勵佢講佢當在，好，所以。可能就係安因和你家同學時期都長輩會是霸凌他，對，所以故事地陪讀每一個關節和係又扣在一起。係啊，所以先生我咪除咗講，你當投了詞人課，我自己看，我發覺講像你現場按到等一下的小種子。自然課你就是要去觀察，你要思考講倆人來回來，佢係戲來回，唔係係你陪東西聽，所以培養你做得有思考的能力，做得欣賞你嘅大自然環境，欣賞你冇窮，讓你冇窮容嘅人。所以自然老師哈，我想要植物研究社啊，倆種，其實佢們係小說，繞愛的奇妙獸醫院，可是獸醫院係長篇的，大概4萬多字。那植物研究社給單篇的小說，也是用學校地陪讀校園植物來應對學校裡面文養班又哪抖音啊，又嘛改故事啊。我是自然老師，真嘅，對。那地讀呢？Rita 真的會讀心術了啊！你會讀心術咧？對。我第一看嘅時陣，我就自然老師做一隻動作當好。第一問講，看樣片以後，說這個種子做乜嘅？有嘅種子係按拔開來，種子就彈出去。對。有嘅係像松果球一樣叫熱，飛出去，會滴滴轉。因為黏音草。所以冇球嘅方式，小時時講嗬，小時講因為佢係去到動人嘅地方嘛。長為了佢爸爸媽媽搶營養。不過佢講出來嘅時間本係較少。全部人時候佢係講線上咪講音錯，所有同學時候你是係按唔好，乜解釋唔好。不過線上店就講，你講到錯，講到重點，咪係鼓勵講，其實咧係間接的化解所謂嘅霸凌嘅事件。對，尤其係老師講嘅話，佢會很好相信，很好為他，佢知道他真的不錯，哇，先生，希望你今日可能你係說，我知道本身發很有勇氣到信心嘛，因為相信你可能當到可能會心焦嘅、艱苦嘅，無論新聞也社會嘅事件咯。不過我知道爸爸媽媽都成日就在分享兩本書，啲都當到討論，無論啦小動物啦，無論係同學啦，又係講看到一同舅父，又係講乜嘅事件，就得要討論。係啊，所以先生。新的一年還有當到嘅計劃係嗎？就請英俊和大家講，像兩本是，第一是唔係小說啦，你啊講嘅按到散文，好個是出去聊嘅時間啦，轉來是開始寫出去看到嘛個東西，好新鮮啊，還有嘛個想法，好，冇是佢改到微縮啦，你兩篇呢就嘛個冇窮咯，還是為了小朋友分享，可是你寫日記、寫遊記，讓小朋友冇興趣啦，只有一隻人物出來按到兔子阿姨。所以當好，我咪當期待線上有新嘅作品同大家分享，我相信所有嘅朋友咪當期待哦。你有機會繼續要長從你線上哦。希望先生，咪希望所有朋友嘅收看，等下要長大家聽你線上咧做認同了，講了，拜拜。